好，外卖。订单超时提醒，订单超时提醒。有些时候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，你却没说一个字。你只是挥一挥手，像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气氛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天一年总是从